人們不快樂嘅原因大致可分為兩類，一類係源於他人嘅言行，譬如遭遇朋友嘅欺騙，受到他人嘅故意誹謗，甚至一啲看似微小嘅事物，亦都可能帶嚟困擾，就好似夜深人靜時，老鼠喺屋企跑動，曱甴突然出現，讓人身心不安。另一類係外部環境所致嘅困擾，大至地震、風暴、火災、水災等自然災害，小如樓梯設計唔啱、房屋滲漏、事業不順等日常煩擾，甚至耳機損壞、手機無法開機，呢啲咁微不足道嘅事，都足以擾亂內心嘅平靜。面對呢啲事情嘅時候，我哋總係不由自主地諗，真係麻煩啊！我點解會咁黑仔㗎？太痛苦啦！當呢一類念頭喺心中不斷縈繞，種種抱怨就會自然流露。如果將呢一種一切都係痛苦嘅思維成為習慣而不自知，甚至認為自己嘅反應係理所當然，咁樣我哋其實已經不知不覺間陷入咗心靈嘅困局。世人大多認為痛苦源於外境，但係痛苦嘅根源更在於我哋自己嘅心。如果成日諗住我好痛苦啊，即使係微不足道嘅小事，亦都會帶嚟巨大嘅心理折磨。因為苦樂本來就係一種執着，當我哋反覆強化某種感覺嘅時候，佢就會喺心中不斷膨脹。其實我哋可以嘗試轉換下心境，我好開心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落雨好快樂，唔落雨又好快樂。我見到你嘅時候好開心，見唔到你一樣開心。食得好當然開心啦，食得簡單亦都一樣快樂。古語有云：若常受苦，壽續增長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總想着我好痛苦啊，憂愁自然會加深，就好似鍾意瞓覺嘅人，越瞓越眼瞓。睡眠確實係一種習慣，原本唔需要瞓得耐嘅人，如果連續多日延長睡眠，亦都會養成常睡嘅習慣。痛苦亦都一樣，這也痛苦，那也痛苦。呢個念頭一旦扎根，痛苦就會好似荒草般增長。我哋越是執着於痛苦，外緣就越容易帶嚟痛苦。現代心理學通過實驗同埋觀察，部分驗證咗呢個道理，而古代嘅智者則通過認識心嘅本性而悟出，對痛苦嘅執着只係會讓痛苦層層疊加。無論苦樂，都會因為內心嘅執着而不斷被放大。生活中選擇做快樂嘅人，還是痛苦嘅人，其實主動權喺你自己手中啊！